过来消息来看，高雄的三都三路，昨一台公车甲汽车发生纠纷，汽车的驾驶不管公车在切车道的时候，我会上过近咯。伫公车要停站的时，故意驶去挡伫公车的头前，驾驶是冤家相骂。警方指出讲，这汽车驾驶违反道交条例，嘛涉犯强制罪哦，会移送法办。白色特斯拉吊工驶伫公车头前，无爱互公车切入去公车站。公车驾驶饲喇叭提醒，汽车驾驶嘛无要让道，双方起冲突。不认同，太冲动了。事发伫初五暗时，透过公车行车记录器会使看到，公车对高雄中山二路转入去三岛三路了后，特斯拉真紧对公车倒并切入去头前，砸着公车的路。根据了解，汽车驾驶疑似是不满伫前一个路口，公车要切入去倒弯的车道的时阵，想挖伊的车，并没有按规定来左转，他反而直行。那我们公车是上下完乘客时候要左切，那左切这种状况之下，可能影响到他直行的这个方向。所以他认为我们公车有逼车，但事实上公车并没有违反这个道路。业者澄清对方伫倒弯的车道违规直行，双方的车价会挖真金。警方看相关的画面了后，认为汽车驾驶的行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，佫可能涉犯强制甲公共危险等罪。行驶途中任意居然减速刹车，或于车道中暂停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3条第1项第4款规定。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。其行为可能构成以强暴方式妨害公车驾驶行径之权利，当然可能同时也妨害车上乘客之行动自由的权利。律师表示，毋拿公车司机、车顶的人客若认为汽车驾驶的行为影响到停车还是落车的权利，拢会使提起告诉，由检方认定是毋是涉犯强制罪。警方嘛提醒民众理性驾驶，以免冲碰违法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